我即摆甲，然后我先讲这订单吼，订确实就是迄个有无药没有药内底写一点多迄个订吼，讲物件真订的订吼。啊，迄个单哦是用落单的单，迄字是会使。订单就是吼，迄个咱伫讲较订啦，吼较订。亲像啥呢？啊对，我即摆个想到啊，我迄个面册吼，上新呢一篇大文哦，我是打讲吼，我去阮后壁路啊，迄个啥，迄个菜园啊吼，阮遮我今仔日拄过去甲买吼，买迄落菜园啊吼，啊，拢是头水的哦，吼，头水的菜园啊吼，哦，有够水的。啊，今仔日吼，因为平常时我是甲迄个啥，迄个种有机种做这个头家哦，熟悉真侪年啊。啊，但是吼，啊，拢是去甲买菜尔吼。啊，咱嘛袂特别去讲啊，头家你做啥物名？我是讲今仔日哦，甲问啊，伊讲伊姓郑啦吼。啊，迄个呢，伊也是有机种做。啊，我即摆要讲，就是讲，伊今仔日伊嘛有讲啊，讲迄像迄菜园啊吼，人迄下港种迄落啥，种足济迄吼，伊吼，迄个菜园啊边啊，佫开沟，开啥物沟？恁敢知影？开迄落吼肥料沟，啊，迄个是吼，迄个化学肥压落去，啊吼用水去扫吼，足紧诶，啊菜会大足紧就足水诶吼。啊，毋过吼。毋过迄款菜园啊，吼，就是讲食化学肥的迄个啥，的菜荽吼，菜荽就是迄个蔬菜吼。啊，食化学肥的即个菜荽吼，食着吼会较粗丝吼，啊，迄个肌骨吼，迄个就是迄个啥，迄个菜迄个吼吼，啊是甚至是菜骨啊遐吼，会较订单吼，无通像即款有机种做食到有够芳的吼。食着遐尼啊吼，软脆吼，软脆就是迄个吼，足幼诶，咱讲啊幼湿湿吼，啊个安怎呢？安尼吼，咱我定咧讲食着喙齿会干黏吼，好食甲头毛搓起来吼。所以迄个订单哦，咱怎么讲重点就是讲，这确实哦，到店了无收吼，啊到店无收诶吼，伊有真侪原因啦，并毋是讲。迄个伊毋知啦，是讲因为有诶。